初期嘅马来亚共产党咧，就係海南人同客家人組成嘅。搞到而家都變咗後生，我啲人都唔咩共鳴，我要後生嘅天定天三定共鳴咯。國境公平都係無奈。對啊，一般的華人來說，你都感覺到非常唔公平。唔公平冇辦法㗎。唔公平冇辦法，人唔夠幾多啊？當年嘅記錄來去獻人潮度，國府式嘅民眾作定各種嘅神父，批定路述各樣式嘅建築建設，看到嘅係異國嘅風情。馬來西亞係一個多元種族語言嘅國家，根據統計，一下全馬2000多萬人口度，馬來人佔嘅65%，華人佔嘅26%，印度人也得佔嘅9%。其中，漢人呢大概有130萬三人，佔嘅5%邊呢，係除了中國台灣以外，漢人最多嘅國家。第1746年呢，有一批華人，第3位漢人，總理邱少珍、老馬福順嘅帶領下，來到邊上一片開墾落腳。佢哋高升過後呢，當天人興佢哋按照太白宮。第1799年呢，當天人為了感恩佢哋，第一片起嘅一座太白宮廟，亦係馬來西亞第一間嘅太白宮廟。從此也變咗一個風氣，啲馬來西亞唔耐都看得到太白宮廟。所講嘅太白宮廟，就當出台灣講嘅白宮廟，聽到客家移民嚟到馬來西亞，白宮信仰文化一聽到移民潮，從中國過海來到南洋。檳榔嶼為啲馬來半島嘅西北部，就是了喺馬來西亞最早有漢人移遷嘅位所，亦喺檳島鄉嘅漢人要當時喺啲普羅地區。上述啲中國人口，漢人華山石山嘅生活方式，普羅嘅漢人亦當時啲神奇。因為人會普羅沙多數係山東嘅多數原部係在山東，所以客家人啊多數喺山東嗰度。16歲左右見啦。哦。喺度做農嘅漢人所生產嘅農產品，要當時係邊上嘅鐵石、電腳、挑口一啲香料為主。個字就係紅毛丹、榴蓮較多。做鮮客啊，就攞人家做工、做苦工就做了，穿到累就基準總結過了生活好了就才能會賣啲。喺度喺南洋嘅新移民，因為人生路不熟，但是透過各地同鄉嘅會館，修幾條路來融入各地嘅生活。即係講照顧嗰度來到你南洋苗城嘅家鄉嘅人咯，即係講照顧佢哋福利啊，來到你一隻落腳嘅地方。由各鄉團會館修幾條路，直至到呢度正入差唔多係強責組織為主。差唔多30年冇做咗。從影響馬來西亞經濟動態嘅蘇港業。早期只有一道漢人來做，馬來半島所種嘅蘇膠，第1877年由英國殖民政府賜種水果。到1931年，啲馬來亞被搶一座蘇膠廟嘅華人就12萬人，大部分嘅蘇膠也把握啲華人嘅私人住宿學。90年代蘇膠價是大跌過後，當道嘅蘇膠樹被暫停歸種果樹，將普羅嘅放養式，還繼續生產蘇膠嘅健康社會。唔過按當年代蘇膠嘅價值也因為按樣見起。贊成啊，英國政府來鼓勵我哋種孫園，種到健康。有100年歷史，30年前啊，孫園就太大，今日10年來就太稀。太稀比有孫園到健康最後價錢。唔過大部分人都冇得種。大部分人站唔開了，站嚟種榴蓮，全到亞掉寮見咯。除了蘇膠，馬來西亞還係因為石礦而有名。1848年，馬來半島發現當道嘅石礦，大量嘅華人苦力地被帶到馬來西亞來嘅石礦。只有前排嗰度咯，嗰時所有嗰度所謂苦力啊，呢邊係咗苦力，多數礦場嘅苦力多數都係華人，差唔多清一色都華人。你係客家人？多數客家人。嗰時咧，搞到好多所謂水客啊，
中國來呢邊走來走去，就帶人上下，先來嘅先客，就中國帶得來。因為錫係當重要嘅軍事物資，二戰過後，大概1950年代起時，世界強權國家大量嘅囤錫，世界錫價起大價。嗰陣時，霹靂族嘅太平、金寶、怡保一條錫嘅都市，也因為安陽當繁榮。叫做戲院啊，叫做太戲台啊，歌台啊，船幹啊，同埋嘅湖灘啊，每邊啊好多年，所有新款嘅茶呢，也到來啲馬來亞嘅時候呢，馬來亞要入去馬來亞呢，怡保就成要嘅，一天都成要。你叫做抗價多錢，叫做後抗去，個咁用錢。根據統計，到1965年，馬來西亞嘅錫工就有45000人生意，然後錫礦業採只間接有關係嘅，就大概有40萬生意，佔咗全國總人口嘅5.5%。不過到80年代，世界錫價落大價，馬來西亞嘅錫也差唔多越強嘅，日本按照錫都嘅霹靂族首府怡保市，一開始唔落嘅。多數啊，係做礦嘅人啊，就冇乜嘅去做別的事業啦。他們也在那個時候呢，也很希望我們的礦業會再生存下去啦。有啲人呢就拿個礦地呢拿嚟做農業地，有啲呢就做木業地都有啊，有啲呢就抗價啦，講做工嘅人啊，好多都係要出去外國去找工作啦。因為錫勞數高，就佔咗馬來西亞出口貿易總額嘅一半，像吉隆坡、怡保市一條繁榮較大嘅位數，也變作馬來西亞最重要嘅都市之一。都市都係一道傳統行業，但是行業唔足。氣礦慢慢的減少，這個農業這個塑膠、橡膠園。也慢慢的給其他族群的參與進來，所以客家人基本上，他們維持傳統的行業就是細礦啦、做藥的啦、當店啦、這個賣布的、賣羊雜的啦，基本上維持在那個打金的啦、打這個白金的不是啊，維持着一個基本上一個比較傳統的行業。無論係塑膠、錫，也係傳統中小型店嘅。本依度發現累積了一天嘅財富，只有1970年嘅統計，全馬華人家庭嘅平均收入比馬來人家庭平均收入多一倍較高。又因為華人但是集中喺都市度，華人嘅店面較多，故所可能被馬來人撈到華人控制嘅大馬經濟。一時之到馬來人為主嘅馬來西亞政府開始天天以內力打壓華人印度人，牽成馬來人嘅新經濟政策。1969年嘅馬來西亞大選，反對黨雖然搶贏到30人嘅席次，不過喺全國嘅票數上勝贏超過一半。喺慶祝勝選嘅遊行度，喺鐵腿測驗嘅極端下，街路上發生嘅暴力事件，甚至變作族群嘅暴徒。大馬政府就宣布嘅緊急命令臨戒嚴。官方統計有196人死亡，439人挫傷，9143人被捉走，被按作513件。另外一派為了要奪錢，就找一個借口製造種族問題，然後由軍隊來干涉，所以造成就是那是有流血事件，死的有華人佔多數啦，死的華人佔多數，所以當時就過後華人就有點害怕，所以他們就趁這個機會通過各方面的法律。到了1970年，國家就推出你嘅新經濟政策。你嘅新經濟政策，你本來就會提倡你嘅馬來人嘅特別地位，就強調特別地位，用輔助馬來人來改善你嘅生活。大馬政府認為513件係因為族群經濟嘅無平衡所引起嘅種族暴力衝突。故所新經濟政策強調提高馬來人嘅經濟地位。強制規定掛牌公司聘請要有30%以上股份俾馬來人，
泰马政府还陆续成立了10只马来人为基础的国营机构，同时补充马来人机构限制没马来人的经济发展。你今仔成立公司，你要先抢你的制造，你要先抢你的土地优惠，你要先抢贷款，你应该有38%嘅马来人参加。今仔你冇38%嘅土著啊，也就講你就不符合你嘅新經濟政策嘅規定啦。特別照顧等於中策嘅思想，除咗確實啲共同政策做到以外，啲國營機構亦喺公務員嘅聘用上，亦有無同樣嘅待遇。我哋馬來西亞嘅公務員一般上都係以無族為多，他喺兩業方面已經好嚴重啦。因為唐人即係我哋華人，在你嘅馬來西亞嘅公務員方面，8%係最多係企喺30%。另外，泰馬法律更加進一步嘅禁止人民啲公開嘅場合討論敏感嘅問題，包括嚟馬來人嘅鐵權、公民權，然後國家語言制度也等問題。我們馬來西亞的政治就是一個種族政治，種族政治就是我們執政黨國政呢，執政黨的龍頭老大巫統，他們就是所賣的政治產品就是種族。種族就是想保衛馬來人的利益。馬來人有特殊地位，其實早喺1957年馬來亞聯邦獨立時節憲法就已經訂立，制度嘅5月30天過後，實地實際政策出現。華人喺馬來亞統一運動度冇辦法爭取種族嘅平等，採用仍然呢。你巫統咧代表了馬來人嘅利益，佢要同你嘅蘇丹合作起來，咁樣同英國談判講。我今仔我同佢談判，日本係自治嘅權利，成立你嘅馬來亞聯合邦，我哋分享你政權。英國講好啊，你都唔係共產黨嘛，所以都同巫統分享你嘅政權，就排斥你嘅馬共。但係咧好巧嘅，就是馬共好多華人，你嘅全部係馬來人，就變成一個種族之上的一個分歧哈。二戰過後，馬來亞共產黨為了爭取反英國親民，故所啲全馬大義決戰。英國親民政府對以華人為主嘅馬來亞共產黨，採用規則交替嘅政策，帶領種下華人再被認符係共產黨，但是被逐出去是眾多青春。因為好多人想到愛改革、愛革命、愛成功，就係咁樣通過你嘅共產黨嘅暴力活動咁樣來，所以初期嘅馬來亞共產黨咧就係海南人同客家人組成嘅。因為英軍嘅政府咧是要集中了嘅華人在那個郊外，而成立一個新村，因此咧馬華公會採一種協助華人，家人嘅面對困難嘅時期咧，就成立起來。華人啲面對生命嘅威脅下，就只能用馬來人嘅特殊地位來換華人長久堅持嘅公民權。由華人組成嘅政黨馬華公會，也順利按樣變做華人協商嘅代表。英國殖民政府也喺馬來亞聯邦打壓消滅馬共嘅政策，更加為呢度華人帶來長期嘅政治暗影。變成從那時候開始，那是父母會跟孩子提到，不要太過參與政治活動，不要太過發表一些不滿政府的言論。你要參加政治，你要支持的話，就支持那個在朝的馬華公會。啲爭取到啲經過嘅高程度，特別係睇中策嘅武統馬華公會，然後印度國際黨政治合作，同時啲體現到贏得勝利。到啲過後，馬華公會也正式變作執政聯盟嘅一員，同時用採朝協商嘅方式爭取華人嘅權利。這馬華公會除別在那個政治上能夠提高我哋華人嘅地位，經濟上也傾力協助不同種族，特別馬華人啊，在經濟上嘅發展。所以有時要對馬來人啊，因為講馬來西亞嘅人嘅格唔係我哋華人嚟，係外來嘅人，所以講要困騙我哋。他們最常強調的一句話就是協商，結果在內部協商，結果是越學越傷，所以就
华人社会人民对他们是相当的失望了，所以一切的政策都是以武统为主，所以他们跟武统是没有两样。虽然泰马政府限制人民言论的自由，本马来西亚的华人但是强迫唔敢讲，不过对无平等政策所累积的不满，总才有爆发的一夜。本来讲20年就停止啦，咪做行落去啦，但係政府就講繼續按樣執行落去啦，就不斷的擴大新經濟政策的層面和影響力和它的力度。既然90年代看到說你的政策越來越沒有給華人造成一個安全感啦，不如我通過政策來改良也好。邊上首都喬治市嘅國泰大樓呢，係邊上最高嘅建築物，也係邊上最重要嘅一個地標。所有邊上嘅主政府行政部門都實力一片。自1986年起用以來呢，一直係執政黨國策把政權嘅一個象徵。不過啲今年嘅大選，上月主辦嘅大選地度呢，國策應該先出台，由蔡亞黨、行通黨和公正黨組成嘅新嘅主政府，一開始邊上政治蛋糕嘅一段新嘅歷史。2008年嘅大選度，行通黨、公正黨和回教黨組成嘅蔡亞黨民聯，贏得19%嘅勝利。本執政黨國策無敵國會3部2股嘅優勢，全馬13組度，包括邊上、霹靂、和首都吉隆坡嘅雪蘭莪一條5組，也有民聯贏得執政權。民聯所講嘅多元種族思考嘅政策，一開始得到馬來西亞跨種族嘅支持。所以以前呢，就係反對黨嘅華人。執政黨對馬來人，但係見到嘅時代要唔同嘛，因為多元種族化嘛，所以執政黨同反對黨都要。無論我哋去到呢隻國家，佢都係有好多種族、好多民族，佢呢係政策方面應該係統一嘅，統一嘅本我哋講啲就符合當今社會。200年前，華人為了尋一線生機。橫跨南中國海來到赤土邊緣的意味，就算經過英國殖民、日本侵佔，老馬來西亞政府無平等的待遇，佢哋係用生命來換純粹，開出繁衍後代的家業。上經一擔的家條，咁做到為世界來後代子孫創造更加公平、更加安全立命的環境。這款家條咁做到繼續發揮堅強的力量，重拾老祖國漂洋過海的精神。